江中人种菜、厨师煮菜，一般的厨师无清楚了解自家处理的食材是对哪来的有农药残留么？其中一对主厨叶真生想要更了解食材是对哪来的，还想要自家来提供安全的青菜，一路去请水间青菜业者合作，要上山去种高山青菜。经过去年大嘅暖冬，同今年头嘅寒害，总算今年一天有好舒适呢。伊讲，一对厨师假使了解食物的生命有按多么个特别的素材，做出来嘅菜如果有生命力。大天气将天气再不大回改，也係三條天，唔係以後大，就算路邊廿蚊年，一下冇生意，還係我出嘗試。那我一片工人拿去採樣嘅，選定加體型，種各種品種嘅物嘅，一櫃太片嘅排體，減嘅6、7格當裝管，也特別開拍1700公尺，期待山北風主頭順航。山區嘅生涯套路一難行，連上山一轉都冇人改。那麼呢，一種樣呢，大自然哦，去接近啊，真的自己去親身的去嘗試啊呢，農作你嘛，唔可能唔可以尊重食材。看到下擺我哋木黑哦，多餘嘅嘛嘅，你不去尊重它，但是你哪些個嚟從事樣的耕作的時陣哦，你會去尊重它。相對着，其實消費者他能夠感受到我們當一個廚師的用心啊。葉真生同中部地區開業10個人間拉麵連鎖店，最近行到香港中飯開業分店。佢也成年都頭做料理，唔過菜地都有農藥麼，佢也唔知。一幾年來，佢出想自家種抗菌嘅青菜，唔過台灣公司也唔識，尤其係山河安泰，1000萬人咯，有萬人肯同佢合作。一直到9年代，佢人生嘅南頭，應該向山河嘅菜農有一份。經過朋友介紹呢，就認識嘅下一大集合啊。當然係嘅下，我都提講，那他緊要嚟配合，可能當係唔係講，我都帶伊嚟點嘅是拉麵，哦，用嘅理念去打動伊，哦，所以講，伊都答應嚟講，哦，阿冇，我哋嚟山都嘅，哦，做夏季嘅高冷菜。因為我們就是被菜商這樣子壓得很低啦。有時候他外面是出高價錢的時候，因為我知道行情多少，他就給我們60、70塊。像3月份的時候啦，拍賣市場就飆到480，而我給菜商的時候才60塊而已。有一份當清楚市場嘅行情，是唔過自家請嘅種菜做無限次差，哪有時間一想按樣嚟賣呢？葉真生同佢合作，一方面對農地重新認識食材係乜嘅，咩方面既然山河環境很好，愛做到安全無托。其實做這無毒的真的很辛苦啦，哦，一開始就要把地先處理好，哦。處理好，你不能打藥，就會碰到一些蟲類，可能就會打掉一些啦。像這個外表本來就很漂亮的菜，可是底下真的很多蟲啊。像這個啊，是傳統原住民的，就是野菜。野菜可以。好，對，這個是非常好。現在很多就是都會的那個原住民餐廳賣野菜的，就是用這個。這個叫飛機菜啊？不是你們種的？不是。這個菜，這個蟲真的也很討厭，可是也不能沒有它。對啊。有一些蟲就是要去吃它啦。也係福建所講嘅花麥嘅，現時喺台灣千數分人咩千貴嘅麥嘅，同貴太片嘅風勢地度，還有自家生出來嘅野菜，既然係安全無托，咩軟等佢會自家生出來。聽講也係早上，日本人對比人幾項野種人生嘅，故所有人都走火錯嘅。那我也係略想同生菜地度係當基礎嘅麥嘅。葉真生嘅理念係，一條菜不應該貴到一般民眾買唔出水，農民又得唔到合理嘅利潤。呀，那去年呢吼，一種嘅1公斤啊吼，都特別市場嚟到500塊啊。但是呢，今年算暖冬啊，吼平地咩種凍到啊，所以說我搶嘅葉皮菜啊，都我嚟嘗試吼，係沒可能嚟接近消費者，直銷給家庭主婦。所以我們現在啊，像今年啊，我們可能就是1公斤啊，大概就是以80塊。
邱小姐，像你们这样一年大概可以种几批啊？哇，种好几批嘞，大概一个月10天大概就3万多颗吧。一般一병麥嘅差唔多種30日，也真正能夠用到七家拉麵連鎖店和推廣到總鋪嘅日本餐廳同飯店。火更要大。传统以前啊，饮食啊，呢莴苣类啊，一定要去法国料理，特别贵，一盘可能要卖个300、400。嗰阵来讲原来可以种出安尼较平价化的菜，无毒的生菜，可以平价化推广本来的人客。其實一真神同松山種菜之前，先同態度上一片種水耕醬菜，強要去安全無土，加上發配先隔開土地農藥咁樣。台灣的土地無胎，按今年我睇下邊無沙藥嘅，但是隔壁嘅田球呢，沙藥嘅，伊那叫沙，唔知唔知啊？所以講，也個相對會變得交叉污染，也呢10個半年來，效果還不錯啊，所以慢慢的。而家嗰度飯店嘅啦、傳統嘅啦，我哋師兄弟啊，對可以接受我嘅理念，慢慢的來請來。我只是想要買房啦。不會啦，不會，不好意思，這個，對，它是附一整套。叉子不用，叉子不用。叉子不用嗎？就是這樣比較環保。為了前期嘅唔單止係餐飲業主廚，仍然係有理念相長嘅民眾，按都好來到也同意買菜。因為伊咧廚師做菜油嘛一天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。腌物嘅菜，除了講料理要去精進以外啊，原來啲嘢來源，因有種有成長，其實也總係伊咧相對對生命尊重啊。一真想自家種出抗菌強菜，提升自家料理技術，面對人客嘅抗菌負責。第一菜係乜嘅，要啲技係用嚟種出來嘅，佢做出嚟嘅味色，自然就會有人食嘅。